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5年12月1號。這一期咱們繼續胡聊胡市、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進老師啊。今天這個胡市走勢還是不錯的實現了12月的開門紅。A 股三大指數集體上漲，截至收盤，上證指數漲0.65%，深圳成指漲1.25%，創業板指數漲1.3%，北證50漲1.5%，而且這個成交量比上個交易日放量2000多億，現在是1.88萬億，這個還是没能上2萬億這個反彈總體上是個弱勢反彈。AI 手機、眼鏡、白銀、銅鋁等工業金屬、商業航天、旅遊及酒店、存儲、光刻膠概念漲幅居前，而且也是涨多跌少两市上漲是3398家，下跌是1872家，也是難得的讓金融消費者略微開心的一天。這個臨近年末外資機構對中國科技股的態度出現標誌性轉變，外資集體唱高中國科技股， A 股市場有望延續近一年來有力表現。這個唱多的有瑞銀、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頂級投行密集發布報告不約而同看多中國科技板塊。2026年中國股市將迎來又一個豐年，包括創新領域發展等許多有力驅動因素將繼續支撐市場。預計明晟中國指數2026年年末目標為100點，什麼意思呢？也就是比現在還要漲15%左右，還有這麼大的一個空間這個瑞銀說2026年全部 A 股盈利增速有望從今年的6%進一步升至8%。這個瑞銀中國股票策略師孟磊說目前 A 股市場的股權風險溢價仍高於歷史均值，而其他新興市場股市則顯著低於長期均值。中期來看，增量的宏觀政策， A 股盈利增長加速，無風險利率下行，居民儲蓄持續往股市搬家，長線資金持續淨流入，以及市值管理改革等持續推進等因素共振，將助力 A 股市場估值進一步上行。就是沙灘上建高樓這個地基不用管的，這就是瑞銀這個股票分析師的觀點。這是海外的機構紛紛唱多這個海外機構一旦唱多胡市咱們這邊批評海外機構的聲音就少了只要他唱多，那還是自己人嘛，還是國際友人膽敢唱空是吧？那就找他談話約談。我們看國內這國內機構那更是看好無条件看好10大機構看後市，說 A 股牛市格局未被破壞，择機布局加倉，備戰 A 股跨年行情。中信建投說11月初情緒指數不斷震盪走低，月初就已跌破亢奮區，重回高漲區。此後由於市場進入利好空窗期，美聯儲降息預期波動，國內宏觀數據走弱等多方面因素，情緒指數不斷下滑。在11月中上旬情緒的下滑明顯領先於市場的下跌，前瞻效果明顯。而最後一周全 A 指數企穩回升時，情緒指數仍在繼續下滑，這可能意味着市場短期調整尚未結束。不過從中長期看，情緒指數仍處於中高位置，全 A 指數也處於年線和半年線上方，牛市格局未被破壞，維持戰略樂觀判斷。關注後續情緒指數何時發出買入信號，擇機布局加倉，備戰跨年行情。也就是現在基本上達到了共振，就是國外機構和國內的機構現在一致看好胡市看好胡市明年有一個豐收年21世紀經濟報道前國泰君安副總裁老鼠倉賺4500萬，被罚没1.35億元。前國泰君安副總裁老鼠倉曝光，這個是絕對的老鼠倉你為什麼呢？券商是監管部門所依賴的管理這個胡市資本市場的一個抓手之一。監管機構它主要抓手一個是券商嘛，一個是會計師，當然還有這個律師讓券商負責看大門看倉庫結果券商自己搞老鼠倉。近日江蘇證監局披露一筆天價罰單，因利用未公開信息從事有關證券交易，違規買賣證券，曾擔任某證券公司副總裁的陳某濤被江蘇證監局沒1罰2，合計罰沒1.35億元，被採取8年及5年2項證券市場禁入措施。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查詢資料發現，某頭部券商
一位原副總裁的出生时间、任職时间等信息與本案當事人完全吻合。很多網友可能不知道，券商在一家公司上市和後期的資本運作中起什麼作用，它是起到關鍵的作用。這第一個就是內部消息，券商先知道。比如說啊，他要併購，他要重組，對吧？他要收購，他要增發，都是券商先得到消息。一個公司啊，這個一般的是老板啊突發奇想，那最終不管是老板發起的還是誰發起，總之老板拍板，對吧？老板的同意，也就是实際控制人同意，那不就是收購什麼公司啊，或者跟誰合併啊，对吧？或者增发呀，或者搞個新項目等等啊。那这董事長一知道之後，一般的就要找這個券商來商量。那券商，對吧，要給他出方案呢，要告訴他這可行性啊，對吧？資本市場怎麼樣能過這個審批啊，等等啊。比如說啊，我這個上市公司我要收購另外一家上市公司，你說這是多大的動作啊？那作為券商啊，他是副總裁啊，那他知道的肯定多啊。他提前先買那一家公司的股票，等到你这個消息一曝光，那家公司股票連拉10個漲停等等啊，像這些都是老鼠倉啊。有這些老鼠倉的存在，他們都要賺錢的，對吧？那你說誰出錢呢？咱們這是一個零和博弈啊，社保基金要賺錢，國家隊要賺錢，保險公司的資金要賺錢，這都不能賠的。老鼠倉要賺錢，大股東要割韭菜，那你說誰出錢？零和博弈啊，那就是散戶啊，辛苦一下。金融消費者不僅要面對啊這個什麼大股東的這個割韭菜，要面對這個各路資金啊，人吃馬喝的都需要錢，還要面對這些老鼠倉。在此之外啊，金融消費者還要面對各種詐騙。這個是中國新聞週刊啊報道的，也是新鮮出爐啊，就是最近發生的事啊。為騙老人10萬元，109人炒股群，108個托。你說109個人的群啊，108個人是托，那剩下那個人是誰啊？剩下那個人就是被騙的對象，对吧？就你一個人是那個，剩下都是演員，為了騙你的錢。這個我們在節目中說過很多回啊。為什麼還有人上當呢？貪，只能說啊，貪欲啊。日前，上海靜安警方依托高效的警銀聯動機制，在轉賬的最後關頭火速攔截，成功揭穿了這起名為中新股的投資理財騙局。一份偽造上市公司資料的 PPT， 一個滿是演員的微信群，差點騙走老人10萬元積蓄。11月19日上午，你看就是10幾天前呢，靜安區某工行網點，一位老年人客戶正準備辦理大額轉賬，疑似被騙。所以有的時候啊，你說銀行這兒攔一下，盤問，有的時候還真有必要。但是有的時候你看又把正常業務，對吧，增加了障礙。為了防詐騙啊，那真是影響了大家正常的這個匯款、正常的金融活動。但是你說要不防不管，那這些人也要維權，也要找報警，讓警察替他抓壞人。你看這個就是在銀行網點啊，被人發現了，懷疑他有問題，趕緊報警。說這個民警啊，迅速趕往現場，在銀行大廳，一位阿姨正拿着手機不斷展示着一個名為創投精英會的微信群，堅持要向一個陌生賬戶匯款10萬元。他相信這筆投資將讓他中新股，就是打新啊，獲得超過20%的收益。我中了新股，要趕緊轉賬才能認購。當事人陸阿姨焦急地向銀行工作人員解釋，她口中的中新股機會來自於一個名為創投精英會的微信群，這個群裡有上百名成員，多名大師，號稱通過大算力創造財富，每天都有群友分享賺錢捷報。民警了解到，陸阿姨最初是在網上結識了名叫起風了的網友，對方自稱跟隨大師炒股賺得盆滿缽滿，已投入600萬元，隨後將老人拉進了這個炒股群。進群後，陸阿姨看到群內熱火朝天的投資氛圍，逐漸動了心。為騙取老人信任，詐騙分子做足了功課。群管理員發送了一份關於合肥某公司的詳細介紹 PPT， 聲稱該公司即將上市。陸阿姨曾與兒子核實，兒子在網上確實查到了這家公司，資料顯示其明年將上市，這讓母子二人一度認為投資機會屬實。你說這兒子也是糊塗啊，你說老年人糊涂吧，兒子也糊塗，這就是一家人啊，老想走捷徑啊，老想着天上掉馅餅。詐騙團伙進一步拋出了複雜的投資機制，該公司細分1、2、3級股東，聲稱將錢交給3級股東操作，可以利用其對政策的了解和股票運營規律掌握，幫助投資者中新股，獲得超額收益。這個民警現場核實啊，發現陸阿姨所使用的投資 APP 並非正
正規的證券公司應用。所謂的重新股機會，僅建立在一份粗糙的 PPT 和一群素未谋面的網友承諾之上。這也是典型的大師帶你炒股詐騙套路，就是大師帶你飛啊！民警一眼識破，這個創投精英群裡的109人，108個都是托，只有阿姨一個是真正的潛在被害者。問題是，儘管證據擺在面前，阿姨不信呢。他還解釋啊，不是所有的野路子投資理財都是詐騙，也許就是我運氣好呢。这叫執迷不悟啊！感覺這個發財的機會就在眼前，到嘴的肥肉沒吃着，他哪知道那是餌呢，對吧？那是鈎子誘餌。靜安公安分局反詐專班民警核查確認，老人使用的 APP 和公司 PPT 均屬偽造，大師和網友起風了，身份均存疑。銀行方面也協助查明，該 APP 所屬公司沒有任何金融執照，不是正規證券或投資機構。在多方證據面前，阿姨終於心服口服，感謝民警和銀行工作人員為他保住了10萬元積蓄。這個反正網友都已經知道了啊，這個騙子為什麼打不絕，反詐什麼手段都上了，但是還是這個如火如荼啊。最主要就是傻子太多啊，就叫貪心的人太多，你根本打不絕。有這樣的对吧？貪心的人在，騙子不騙啊，都是叫暴殄天物啊。所以說打擊詐騙啊，任重道遠。你把目光对準騙子沒有用啊，矛頭要對準這些手上有點錢，然後又是貪欲未滿呢。總有一些人啊，認為自己買個什麼東西再一賣，馬上就能賺錢。我們看看這個胡錫進老師啊，這個周末啊鬧得比較火熱的是上海，对吧？有2場演出啊被取消。這個演出呢就跟日本的歌手，對吧？濱崎步還有另外一個歌手啊有關係。這個上海啊是國際大都市啊，國內的這個文化開放包容，對吧？這種高地真沒毛病吧？但是啊，對日本的這個歌手的2場演出啊採取的這個措施啊，在網上引起很多人熱議。同時啊，這個周末好像廣州也舉行了一個日本藝人的一個演出，但是人家是正常演出的，廣州啊，所以很多時候都是靠同行襯托啊，人比人嘛，就互相對比出來的啊。你就發現感覺上海是不是做的有點過了啊？所以這個網友啊在網上對這個進行熱議，有人說叫好，說就該取消。那有個歌手，那歌手名字我忘了啊，正在唱呢，結果咣當給你拉闸斷電，還真有這事啊，拉闸斷電呢。還有那個濱崎步啊，據說是對着那個空椅子唱了3小時，人家堅持把這個合同履行完，对着下面空空如也的座位說唱了3小時。當然這些我也沒太仔細去看這個啊，我對這個不感興趣啊。當然今天胡錫進老師對這做了評論，那咱們就看一看胡錫進老師評論呢，這個看看是什麼個調調啊。胡錫進老師這個評論很長啊，我們簡單的看一下啊。他說啊，說濱崎步原定周6在上海的演出周5被取消的事，中國制裁日本是一步大棋，暫停日本藝人在中國演出是其中的一部分。老胡堅定支持國家這個大舉措啊！藝人在每個社會都有較大影響力，日本藝人因為高市早苗的惡劣對華態度受到牽連，會在日本社會內部增加對事情事態嚴重性認知的發酵。但要看到這一次對日制裁是長期的，我方盡可能實現每一具體措施在情理上的完整，而且務盡減少中國機構和公眾連帶損失，這將有助於擴大中國社會對這場鬥爭的支持面，維護鬥爭的可持續性。所以對日制裁既是洪流，也是需要有所加入機構精準把握的一項具體工作。什麼意思呢？胡錫進老師反正認為这個對日制裁就是對的啊，隨便什麼方式沒毛病。然後呢，就因為網上有很多人說啊，你制裁了濱崎步，對人家沒損失啊，人家該拿的錢拿，是國內的這個演出機構受損失，是觀眾受損失，觀眾票買了，對吧？觀眾的機票訂了，觀眾的酒店也訂了，結果一場空，對吧？這受損失是誰呢？對吧？這個搬起石頭砸了誰的腳呢？所以胡錫進老師針對這個啊，他是建議啊，就是該制裁要制裁，但是要精準。那意思就是減少啊這個網上這些粉絲啊正能量的這個損失。首先，這展現了中方通過取消日本藝人來華演出，強化對日制裁的決心，這肯定會形成一份正面效應。但如此同時啊，中國演出公司違約和前期準備的投入都會產生代價。上海市和交通部門也減少了一塊消費，部分從外地已經提前趕到上海的觀眾撲了空，還有大量已經購票的人，特別是準備從外地去上海的人被打亂了周末計劃，這些合在一起都是中方的損失。
說老胡個人認為啊，暫停中日演藝交流不會設計的那麼細，需要各地自行做好，確保絕大部分壓力都指向日本方面，盡量減少對我方的反作用力。也就是啊，伤敌800，自損1200，这回是伤敌没伤着，自損1200，下次希望啊伤敌傷得狠一點，自己沒有損失，就這意思。胡锡進老師啊，簡單的這個總結一下，就這意思。這個胡錫進老師進一步說啊，他說由於濱崎步啊演唱會定於周6舉行，到周5時圍繞它形成了特殊情形，這個時候取消它對我方的損失已經可能超過了對日方的損失，這就是啊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胡錫進老師就這意思啊，因為你這個動作我方損失更大呀，那麼是否可以作為特例將它放行呢？是否可以主辦者在演唱會上詼諧的說一句，這可能是滬上這段時間最後一場日本藝人的演出了，並且順勢罵高市早苗政府一頓。濱崎步也可以表達自己幸運和感謝，抒發日本民間對中國友好的愿望。如果那樣做，效果是否會更好一些呢？也就是胡锡進老師啊，在堅決擁護的大前提下，提出了一些改良的方案，对吧？要做一些調整。關鍵在於中日這場鬥爭和長期性，而且我方又絕對處於高處，有選擇制裁手段，讓絕大部分疼痛都發生在日本的能力。這場鬥爭與中美旗鼓相當的貿易戰有很大不同，那場貿易戰是美國發動的，中國必須絕地反擊，有些情況下我方損失大，也得認了。而這次制裁日本，我方占盡主動性，可以說想怎麼打就怎麼打，我們擁有足夠的可能性讓高市早苗政府一刀一刀被割，我方盡量少賠或者不陪着他們痛，直到高市政府做出公開決定性的妥協。也就胡锡進啊，他本質上還是委婉的在規勸，對吧？他通過戴高帽子明捧，實際上就勸，对吧？還是悠着點吧，還有很多方案可以選擇，不要來的这麼剛烈，對吧？不要這麼一刀切，搬石頭就砸，結果發現砸了自己。我們的手段很多嘛，就這意思啊。老胡想再強調一遍，暫停日本藝人來中國演出，這肯定有較強的衝擊力，包括老胡在內的絕大多數國人都是支持的。這個胡锡進老師老毛病又犯了啊，他這自覺不自覺的，他就代表絕大多數人啊，這也是個通病啊，正能量啊，一個通病，对吧？自己就代表一切。說值得探討的是，濱崎步演唱会周6就將舉行，周5取消它是否構成了特殊情況？也就是說，你這是不是違反了契約精神啊？為了跟日本鬥而違反契約精神，那誰的損失更大呢？現代社會的吧，尤其咱們在海外啊，你要跟外國做生意，各種商務合作，首先是契約精神啊。你看现在俄羅斯啊，總統普京說啥，歐洲是不信的，說什麼，對吧？承諾寫保證書，歐洲人也不信，沒有契約精神，對吧？信譽掃地。那胡錫進老師的這意思，你看啊，他意思就是還是要關注一下契約精神的。看到有一種說法，承辦濱崎步演唱會的公司數日前就接到了取消演出的指令，但他們故意拖到了周5才對外公布。如果真是這樣，將構成完全另一種情況，演出公司應當承擔主要責任。但目前這只是網上的一種說法和議論，暫無任何相對可靠的佐證。最後啊，胡錫進老師呼籲啊，就是網上啊對這個臨時取消濱崎步這些演唱會這個討論呢，應該視作一種正常討論，不要把它當作是跟政府的這種對日本制裁的這種立場相對立。從這個評論啊，可以看出胡錫進老師啊也不容易啊，就是夾縫中啊求生存。一邊是大棒子，說的不好，一棒子下去，號就沒了；一邊是對吧，這個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說的不好，他這個又被淹沒，對吧？這個被一人一口唾沫淹沒在這個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啊，凸顯啊胡錫進老師現在作為這個輿論邊疆的這個戰士啊不容易，技巧要求越來越高啊。我覺得這一次胡錫進老師說的對日本制裁，這是胡锡進老師說的，對吧？有沒有制裁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個人覺得啊，我們現在是確確實實啊邁向了文明，我們現在已經啊比以前文明多了。你看，畢竟我們的同胞沒有挨游行索啊，对吧？畢竟我們同胞的買的日本車沒有被砸掉，对吧？畢竟上海的很多日餐日料店沒有被砸窗戶，這個已經很文明了，就是把你電給停掉了，拉閘斷電，這個死不了人。所以你看啊，是不是這個咱們這個鬥爭越來越文明啊？你要這麼一看，那還真是進步了啊！沒有誰腦袋被開瓢嘛，對吧？沒有誰哪個粉絲說去看這個濱崎步的演唱會被人開了瓢，沒有一輛日本車被掀翻，這難道不是進步嗎？這個某種程度上啊，也反映了很多這個網友啊，在這個
的當今的這個經濟環境下，這第一個，對吧？他面臨着壓力、失業、各種不如意，越努力越慘。第二個呢，通過媒體，对吧，也看到很多問題，發现這個過去的那些喉舌的敘事啊，除了欺騙就是侮辱，塔西佗陷阱已經形成了，所以很多網友已經喝不下這些雞湯了，沒辦法聽從什麼號召，對吧？手一揮就怎麼樣，形成統一的聲音。現在是很多這些生活不如意的網友，他們在看笑話。所以最近你看輿論場這些亂象，對吧？或者叫跟過去截然不同的這個反應，已經說明問題，對吧？你讓人家月薪3000的要去關心國家大事，遭到群嘲，對吧？央视這個歌頌外賣員，對吧？美化送外賣，美化這些底層工作，歌頌苦难，又是遭到群嘲啊。所以你說这种反日这种宣傳或者是敘事，又能得到多少人支持呢？畢竟時代不同了，弄得不好，這不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嗎？所以變成網友在看笑話，看你表演，對吧？你要不覺得丟人，你就接着表演。什麼叫鬥爭啊？什麼叫外交啊？我記得以前有人說過，對吧？外交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敵人搞得少少的，這話糙理不糙這就是外交。交朋友，外交是交朋友，不是逮誰跟誰來。同樣是日本日本國內，对吧？它也分很多派別日本国內的老百姓，還或者他们的精英，对吧？或者他们的政客，那也是各種立場的不同如果按照胡锡进老師說法，對吧？那我能不能精準一點？你不僅不能誤傷咱們自己人，你也不要誤傷日本很多支持大國的人你這無差別攻擊，你這到底是在給高市早苗遞刀子是嗎？這個就是給高市早苗遞刀子，對吧？動不動你把人家海鮮一禁，然後又說海鮮可以吃了，剛對吧？宣布可以吃沒幾天，又要限制人家這個演唱會，這些亂七八糟的，這意義到底在哪裡呢？這個是不是在向日本人宣傳你所打交道的這個國家是個不可理喻的，會無差別對待，無差別攻擊，那你不就是讓日本人害怕嗎？對吧？把鬥爭的苗頭要對準這個日本右翼，對吧？這些什麼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對吧？要跟日本的這些進步人士、日本人民，這些日本人也反對中國主義也反對這個右翼的，要跟他們一起，對吧？要拉攏他們來對抗日本的這些極右翼。總之對吧？現代社會的不能搞這種無差別的對待，或者你查一下，對吧？這些歌手他們在日本，他們的這個言行，他們的這個立場是不是支持高市早苗的？如果他們是支持高市早苗的，那對不起，不讓你來演出，你這個是不是還能說得過去？他只是個藝人，對吧？就是唱歌的，甚至他是反對高市早苗這些言論的。那如果你要把他限制了，这不是讓親者痛，仇者快嗎？這是我的觀點其實這個我對這個不太關心我就是隨便看了一下胡锡進老師評論，我覺得看出胡锡進老師這個小心翼翼我個人倒是覺得這個周末沒鬧出大動靜，那簡直就是進步同胞沒有流血。過去哪次反日同胞不受點損傷，不流血，對吧？車子不給你翻幾台，那怎麼叫反日呢？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